哎呀！姐，吃点啥呀？昨天剩下的肉，把这干了。包子，上回我姑娘包的包子给我。姐，姐，把肉炒一下，哎，炒一炒，下来点草莓。呀，茶哥，哎，不错啊，今天表现不错。咱们把个时间掐得挺重啊。这来点醋辣，这掰开点儿，这。这尝试甜，这包子也烤好了，这兄弟小，这来点奶皮子，这兄弟今天就简单的吃个早点，好。行。哎呀，简单对付一口吧。这吃吧，兄弟。这我们内蒙的早操就这么简单：锅铲、黄标牛肉、烤包子、奶皮子、敲辣、锅贴、板炒米、黄油、糙米、琥珀牛肉，肯定不能缺啊！来点琥珀牛肉啊！哎呀，茶哥，你这包子还是琥珀牛肉的呢？琥珀牛肉咋吃都好吃。吃完咱们骑马去，快吃！哎呀，骑不骑马的无所谓，研究中午吃啥得了。哇，你这家伙一天就知道吃啊！